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研究台湾话，咱今日来讲几句啊，甲金钱有牵连的俗语话。头一句咱来讲，讲朋友有当着啊，互相中间有同财之义。我若要甲你累淡薄啊，要甲你招淡薄啊，吼，会甲你讲我即马的困难。啊，毋是讲我即马困难，明仔载就困难呢。明仔载我若有一条设法，我会赶紧撞来行你。因为吼，人人都有三不变啦。台湾话讲，皇帝有时也会欠苦人。这句话讲起来，实在真互人会当信服呢。虽然咱毋知影讲过去皇帝敢真正有当时也会欠苦人，这咱毋知啦。毋过吼，这句话讲出来，人咧听就感觉讲有影。有影讲解了，我的心内会认同，因为讲上界限的嘛，连皇帝都会欠苦人啊，所以钱银三不变，人人都会。啊，过去人台湾话咧讲钱四骹人两骹，要趁钱有当着啊时运不济的时阵，确实是真困难。毋则俗语话嘛，伫咧讲忍气求财，急气就烧财。人若要趁两点钱啊，有当阵啊遭遇种种的辛苦。莫讲吹风晒日啊，有当阵啊忍气吞声，这未必然都爱遭遇着。啊，若急气，人若袂堪要论的时阵，连求财都做袂到，颠倒爱烧财迄嘛会。这两句就是咧比拼，顶下句咧比较，讲人忍气有当阵啊毋是歹，因为忍气会当求财，代志会当平静互伊解决。结果若真正急气的时阵，若忽甲爱烧财，总是对你对我拢是伤害。过来，国政过来讲一句，这句吼俗语册内底可能较无记载，因为这是目前工商社会内底伫咧讲的，就甲忍气求财的解说要换。毋过这句较白，这句讲做人爱闪互钱过，啥做人爱闪互钱过？煞毋知影头拄仔咱咧讲钱四骹人两骹啦，钱要对你的面前来，你就爱闪呢，毋是讲伊要甲你弄落你爱闪，毋是。你唔通挡伫咧路中，钱无在调过啦。意思就是讲吼，咱忍气求财，趁钱的中间，有当阵啊辛苦，甚至讲吼，朋友中间咧相劝，讲趁这条钱，爱拍拼，爱无闲，搁爱吞淡薄仔委屈，无紧啦。人爱闪互钱过，闪互钱会对咱遮来啦。这句话，照国政所在，目前是还阁无俗语册咧记载，因为这是工商社会即马当咧流传的言语。过来讲第四句，讲趁钱说趁钱。民间原来定咧讲了钱的生意有人做啦，但是抬头的生意无人做，唔对啦。颠倒头讲就是讲了钱的生意拢无人做，那抬头的生意都有人做。毋过吼，咱话甲颠倒变，咱来甲理解，就真知影讲，抬头的生意虽然有人做，毋过效果拢真歹。咱甘愿讲实在公道道做生意，安尼啊毋是嘛才困得去，因为对得起咱的良心。你讲看有影？